4月1号开始，爱缴纳汽机车使用牌照税，千万唔通袂记哩。你当你接到税单，上方便就是伫遮摕手机扫描 QR code 伫线顶缴。另外，财政税务局嘛请市民申办电子税单，除了唔免惊税单无去，佮需要补单，而且牌照税以外，房屋税甲地价税嘛拢会当缴，安心方便，符合环保，佮有好礼相送。它因为减脂减碳，近邻生活，真正的环保，所以你只要点开它那个 QR code， 那在网络上，你要用信用卡缴纳之类的，那个都很方便，你只要输入卡号就好。台南市所属的那个缴款书的话，还有那个转账通知书，还有那个证明的话。那有那个财税局送1000点的那个绿点，台南市定期开征的牌照税，还有房屋税、地价税，那你持续用那个电子税单按时缴纳的话，每张税单那个财税局送500点但是以5000点为限也就是10张税单。根据财税局统计，台南府下开征的车辆有71万4000多台，开征的税额有54亿4000多万，其实伫6都的税额是上少。另外，电动车免税有4000多台，到114年12月31号之前无需要申请。不过，油电混合车油源需要缴纳，请纳税人伫4月30号早至之前爱记的，避免过期被处罚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